喂，大家好，歡迎一齊嚟食一食今日嘅國際花生。今日要同大家講嘅係關於台灣喺國際舞台上面嘅一啲風波，同埋佢哋點樣增強自己嘅防禦能力嘅故事。嗱，準備好未？即刻開始啦！首先講下台灣副總統蕭美琴舊年嘅一單新聞。話說佢喺2024年3月以副總統當選人嘅身份去咗捷克訪問。點知俾中國駐捷克大使館嘅外交人員跟蹤，仲差啲俾車撞到。件事發生之後，捷克情報局都 confirm 咗話，中國外交人員真係試圖用車去撞蕭美琴嘅車隊。哇！單嘢即刻引起國際社會嘅關注同埋譴責。蕭美琴自己都有喺社交平台 X， 即係以前嘅 Twitter 轉發相關消息。仲話中共嘅非法活動嚇唔到佢，佢唔會驚喺國際社會上面嘅行動。不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回應呢件事嘅時候就輕描淡寫，仲串嘴話冇乜副總統咁嘅態度，梗係俾人鬧啦。捷克媒體 IROZHLAS 報道話呢件事涉及中國駐布拉格大使館軍事部門嘅外交人員跟蹤，爭啲搞出追撞意外啦。講開又講，有法國學者質疑呢件事係假新聞，話相關報道冇乜證據。但係捷克情報局都出聲 confirm 咗，咁件事嘅真實性就提高咗好多。總之，蕭美琴喺捷克俾中國外交人員跟蹤，同埋差啲俾車撞單嘢，成為國際新聞嘅焦點，凸顯台灣同中國喺國際外交舞台上面嘅緊張關係。講完外交風波，我哋轉個話題，講下台灣點樣喺國防上面發力。為咗應對中國潛在嘅軍事威脅，台灣積極發展新型海軍無人艇。根據新唐人嘅報導，台灣而家研發緊水下無人艇，呢種技術喺烏克蘭戰場上面已經證明咗佢嘅效用。華爾街日報指出，台灣計劃今年開始將無人艇正式納入海軍，仲會加速打造高科技無人艇艦隊。咁樣做可以大幅提升台灣抵禦中國可能入侵嘅能力，成為改變戰局嘅關鍵。自由時報報導，中科院而家喺蘇澳外海測試緊一隻叫做雙快旗嘅無人艇，預計今年8月會參與海空精準彈藥射擊操演，進行作戰驗證。除咗咁，台灣仲推動緊建立本土無人艇產業體系，仲同美國同烏克蘭合作，借鑑佢哋嘅無人機同埋無人艇技術，去加速技術發展同埋擴充產能。佢哋嘅目標係喺未來幾年入邊大幅提升無人載具嘅數量同埋性能。呢啲措施顯示台灣喺無人艇技術同埋戰略部署上面不斷加碼，強化海防能力。好啦，講咗咁多，總結一下，台灣喺國際上邊嘅外交處境真係一啲都唔容易，但係佢哋冇因此退縮，反而積極咁樣去提升自己嘅防禦能力，特別係發展無人艇技術啦。希望可以喺潛在嘅衝突入邊增加自己嘅勝算。面對複雜嘅國際局勢，台灣嘅每一步都充滿挑戰，但係佢哋嘅努力同埋決心都值得我哋關注同埋支持。希望台灣可以繼續加油，喺國際舞台上面走出自己嘅路。今日嘅國際花生就食到呢度，我哋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，拜拜。